有点像那种作弊上官那种感觉，好像那种感觉。哦，你丢去做，你丢去面吧，这种感觉。这种啊，自办咧，输体咧，爱这个豆腐，发生这个商业海岸量。嘿啊，海军陆战队啊，哦，海军陆战队，海陆两栖部队。哇，蛙人操这种哦。我跟天堂陆你是一爬过吗？我爱摸不下，摸不下了。我训练都2个人，我是都唔掉嘞，唔掉专业炮兵团。哦。闹热大擂台，闹热向下來。鄉親朋友大家好，我係蒙古啊。我係金娜，大家好。哎，也來到係流行歌曲組嘅波比爭霸賽，目前避免上係2冠的李孝儀。哎呀，恭喜啊！2冠呐！哎呀，2冠天天呐！哎，還有8冠呐！對對對，也介紹好，安尼評審先生哈。好，歡迎葉家修先生。齊思平先生、王玉勳先生、王義煥先生，好，也都馬上進行比賽了。好，有請 TV 參賽朋友。哎呦 ，TV 係總薰怡帶來一家人嘅範疇。哎呦，他可能想要畢業了，還是怎麼樣？你阿哥呀？你阿哥呀？哎呦，你弟哦。對呀。哎呦，嚇我一跳！這是你很感人的一首歌哎。真的哦。對呀。真的嗎？等下聽聽看，欣怡唱的感不感人？他唱完，我們是不是要送別他？唔定呢，等下看怎麼樣，看我們決定要不要帶畢業那個。好 ，OK， 好。哦，挺好來。好，來。戀愛呀，你將你嘅隨時從。哇！大家好，金娜姐好。咦，聽人會壓力咧嗎？太難咧，太難咧嗎？太難咧，記住唔記得歌詞啊？唔記得唔記得太多歌詞咧。哦，唱緊張咧。更讓我獻一條歌。係啊。也如果講到因為前一陣嘅金娜姐能辦嘅演唱會，對，那演唱會嘅時間咧，我哋大家人同事，我哋下個電視嘅同事都有去看，大家都有討論講。
就是在歌单里面，然后最喜欢、最感人的哪一首歌是哪一首歌？这样，大部分你都会讲天公，哎，然后天公也是一个很有力量的歌曲。天公，哦，没给跳，你还天公。对，是吉他姐天光，但我自己个人就是听了之后觉得很喜欢是家己的伴奏，因为如迄个蔷薇色唔会煮的，你所以从小都睇女生妈妈煮的东西，对，所以听到这首歌特别有感觉。尤其迄俩哈有吃家的腿白带嘛，吃家那种腿白带，所以就是吃到这种就是很有家常味的食物的时候，就会觉得哇，好像有获得能量。所以你到现在你会煮东西了没？也个嘛，也个路唔好讲，啊煮出来爱是港式，啊不过爱唔是偏港式，你吃的有好吃吗？就是不保证。哦，对对对。给人家同事很敢哪俩了？差不多了，差不多了。这样子，好不好？我们这等他先谈欣赏来公平一下哈，上来 get 听了送本俩。对对对，好吧，冲对了哈。嘿，冲水来唱嘉修老师公平。新宇啊，压力很大哈。你可以是在讲，根本他真的这首歌唱出超水准的感觉了。有感觉啦，有感觉啦，真正有感觉。他有融入那里面。有感通。不过很有压力，所以开始他的歌词就唱错了，嘿。哦。唱错了2个小地方了。不过我感觉是，我觉得要奖励你一下，因为他已经出了大家的意料之外，然后大概是他我看过他比赛以来就是。很专心的想要去表达一个东西，我还感觉讲，你根本其唱歌我来想都讲，根本仅仅只是在唱歌而已。如果他只是唱歌，像国国代代这个地方，他应该有很多，比如说慢慢下来的那种气氛，但他已经忘记了，他就反正顺顺一直在走，像讲话一样啊。来干部工就所以特别呢，虽然他有错，而且错2个地方，但我干部工还是要鼓励他一下啦。希望他今天不要提早毕业就好了。哎呀，所以我这个先不用给他是吗？啊，你是说毕业典礼的礼物是吧？毕业生。对啊，要先贴吗？要先贴吗？某一天呢，你没有？某一天哦，某一天呢，因为他今天其实也没有除了。忘词以外，这首歌真的没有太大的失误。但是忘词这一点就是很大的一个缺失啊。你先贴着好了。不过如果你要留下来，再拿这个去展，就丢脸你的那个。这个我先保管一下。先保管一下，你看他都有加，先保管一下而已啊。来给我们摄影大哥照一下。对啊。哎，不是在讲啊，他今天的表现真的是比以往更有信心一点的感觉，就是想要表达给像表现出来，我觉得他那个就是从阿美记忆的味道那个也表现出来了，所以应该跟我讲，他对这首歌的诠释可能是他有唱歌比赛以来最好的一首歌。哦，亲有感情的，应该不会唔鼓励。知道清楚，清真啊，第冲2个月有压力啦。几句话就压力吧哈，所以一开始第2句就整个就错了，有压力，不过后来就只能克服掉了。俺感觉是讲唱歌是爱用嘛，出一个心思唱出来，最重要嘛。不跟提你的感觉，你还是最重要的哈。你没样想要，好，继续加油哈，朝这个方向。紧张。我看今天是很难打。唱作词这，歌词唔记。所以我想讲高一下哈，因为你伫客家电视台上班嘛，多带迄移民马跟演员上我来参加比赛。真近路迄本阿婆看一下，我今仔摕客家电视台各位同好哦。哦，清楚了，最亚重要。阿婆上我看到，可能青岛录影啊，就知道你们那天丝腿走铁路嘛，你是看过你啊？哦，哎嘛，雨条都绕到天丝腿，就天丝当中出来给你，就有机会从天丝同阿婆讲，幕后臀幕前冇重要。阿婆如果讲我顶来看到我讲，迄个幕后人员给 roll 卡大概有3秒钟，我有挨名的。哦，看到本人的啦，哈，有上天丝哦，所以你同事也得咩全部希望来参加比赛的时候，还是他们是抱着看笑话，对，就是抱着一个看好戏的心情，不然我怎么会有这个？知道会送你的东西，还有金钱拿那个红布条，就是一种看笑话的心情。他们也玩得很开心啦，大家开心我就开心，就好，我看那个铁柱就是这样子啊，他上个礼拜这一张就他长官哦，长官，请 Q 一下长官，对啊，长官来，我们镜头给我们长官啊，我们长官。给双礼拜啊，铁柱双礼拜
这个毕业生这个他就已经准备好了，对啊，已经就要贴上去了，结果留下来，还存活，迫不及待，都想要戴，所以你真的，你刚刚还没上台之前，他就已经交给吉娜姐，他就是想，我们已经在研究，等下怎么样粘上去。等下差不多可以奏乐，我就可以下台。不过正经非常感谢，就有青岛的朋友会挑战俺的狗哎，因为很多朋友都在挑战我的歌手毕业。我今天就是抱持着一个，就算会毕业，俺没有冲的心情，因为真给归中医啊跳狗哎。安子 C， 所以这样看也看得出来，说安哈嘎天视台你看幕后的工作同仁，大家感情以后，大家感情真的浓厚，每一支持七嘎个节目，对，哈嘎天水七嘎个节目，真的。好了，我们好话说尽了，我们来面对现实。好了，看一下，看你今天保得住吗？欢迎他总评一个分数，来。90.5分。我们要不要先帮他唱那一首歌？什么？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送礼拜冲一百给你，再来一次。冇去听啦，还冇去听啦，黑冇。冲送礼拜没黑啊，执法没某凶斗啊，黑冇？执法，你知道投桃报李啊啊！对啊，哎呦，哎真的哈，对啊，哎呀，对，受人点滴，涌泉相报，是，有没有？老师在教，你要有在听哦，哈。对，好 ，OK， 冇啦，快反收啦，快反收啦，哈。好，谢谢大家。子华看起来有个善良的人。没关系，这比赛是公平的比赛，这样子。真的哈。你希望留下来吗？我们看比赛。我要想看你洗脸，你同事哦。你说这个以后这个东西每个礼拜我都带上来。不，比赛会公平的，各位后会唱，后会表现呐，哈。哦，好不好？好，先回座休息一下，好不好？好，这好像如了这个铁柱的愿哈。对啊，如了他同事的愿。他好开心哦，看那铁柱笑得合不拢嘴。他都多怕今天没用到，真的。那你就养的时间，你们一直都叫我上来，你看我拿上来2个礼拜了。所以到底是来害他还是要？他就是来看笑话。他有没有是感情哦？大家开得起玩笑，对不对？对，好，来沙下来，沙下来路比下带来邓青咯。来，躺下来。哦，那邓青龙有喊，哎呦，火热的心，哎呀，爱死耶！哦，青龙同温暖都超嘅，哎呦，青龙无来啊，你请得起嘛？系啊，青龍無來啊，鄧無言啊，鄧無，根本懂故事。羅哥做鄧無，啊，唔係啊，講國語啦，還上下仲要做鄧無，係講國語啦，你做鄧哦，國語。迄個是因為世代唱啊上到安尼愛強人係冇，唔愛冇。愛不完。
伊引导啊，系无？不过碧霞基正经清游行的，金丹枪要推广给中国，连观光他都要插一脚。观光你是住哪里？杨梅，杨梅哦，叫介绍杨梅好料，好老料的地方。杨梅东江东都好高的位所啊，迄啲杨梅嘅秀才葡萄嘅茶叶，系茶园嘅片，哦，茶园观光步道。哦，茶园观光步道是可以，迄啲一个山当方系冇当过三家系，佢有秀才茶，嘛个几十家上去，差唔多第零家5公里。5公里。还有当年我给预判嘅建筑，当年沿海，你要做得啦。哦，当年都有用嘅发通就错。当多人参加呀？差唔多8100万人。哇，用青岛人呢，算青开营嘅发通呢。建筑就那是快走。跟人健步，快走了。快走。没，我们是健走，所以太嘎就做得来啊。哦，就健康的走路啊，那健走。就让大家随自己的步调哦，一个片聊。哎呦，唐贡还有去甲下狗齿而来。很厉害啊！山狗。像冲山狗而来推荐俩只地方，系嘛？哎呦，介绍杨梅入草的哦。好了，练几下啦。那有嘛个跳下来唱？这个冲两机嘛。平板哈。平板哈，来，小康老师麻烦了。对，平板。哎呦。比过传统做的嘛？冇，唔敢，做个比哈。咱学过，好无当叫。创得好呢。系啊。跟冇夹个也转去比个你啊传统组吼。多多在跨组比一下，系冇？吃宽啊，分养。我两组都比哈，比流行又比传统啊。系啊，看能不能成为第一个双关组。哦，对。这是给你太厉害了。做得呢。嘿，一号堂呢。系啊。太这个做得去用梅了。哎呀，用梅有权的特别下一次动权。几月啊？每年的几月会期盼了发通？11月底。11月底。我上面有。庙路上有2000名，特别就秒杀哦。啊，个步道有那个樱花的有，我们有樱花还有娘花。娘花，春天的时候，娘花就会那个芦荟，就是芒草，跟娘花，客家话就娘花，娘花娘婆。一年四季都有好看的，就臭嘞。杨梅有个地方，比如讲啲龙潭嗰边上来以后，啊，我看到。我下去杨梅嘅大有点梅湖，根本很多点梅湖，就看到很多那个也有个欣赏夜景的。对，点梅湖，就可以看到夜景。睇龙潭嘅嗰條路，係嘛，點梅湖，點梅湖。我哋我講嘅點梅湖。哦，係啊，佢在當到安尼春堂咩，太馬景觀餐廳那對，景觀餐廳，然後就可以看到飲咖啡啊，嘛該做咗個。甚至天氣好的話，你可以看到101。哦，对，正經，哇，正經，新景點呢？它這個沒有新景點很久了，大概好幾十年，好幾十年有了。參加嘅看嘅也見咩動靜。哎呦，哦，你光看那個就是桃園地區的景就很漂亮，夜景。還有高速公路，全部嘅看得到嘛？對。哦，兩啥做的上游強阿姨。係嚟。我嚟冲水嚟，嚟搶欣賞公平，搶視頻欣賞。好，皮下，應該講聽一擺比賽，也緊張感覺應該較少嘅吼。今比看安尼本來唱，我知道以後，嚇，那我今比寫書單情郎，我咪知道伊適合。
伊适合唔来唱，也个气质啊，全部都适合吼。也哈因为艺术歌曲啊，看讲个歌词的方式写法啦，其实有当多的地方，其实做在本有一种发挥的方式哈。比如说，假如地位唱到心肝卜卜响啊，啥合奏一讲。像安尼记的啊，其实我本也建议有赏时可能做在做地位后期的方式，就是加一点口气，不一定只有唱，唱的时候还是可以加一点口气，让它形成呀个歌曲的感觉的那种神奇咪，本己啊那种感觉，也系对艺术歌曲的氛围的铺陈嘅时间，你做得安尼做哈。另外呢就系讲到讲也个技巧的部分的话，因为艺术歌曲它有一个地方每次都会有放 on 嘅声音，有冇？心放放，意茫茫，哈，也当到嘅忙，也就 on 嘅声音，也声音嘛，因为它最后这个咬字，最后的动作是舌根停。 舌根哈，那我要跟你说的是，我要让讲的係，因為佢特別做一啲人咧，後兩條嘅特別停下來，所以你特別就會做當唱，係嘛？我希望講係有上時做得來一下，冇咁樣嘅長度，本佢感覺到要特別嘅動作，不要太單一了，讓它有時候短一點、長一點，用按你後些方式來表達，你可能嘅加講嘅嗰種氛圍的神奇咪對。 個加上有嘅詩嘅處理，要會個較無同樣嘅表達，嚇，還有呢可能了嘅，因為喺剛剛談創三個，我知道創到真嘅當獎，嚇，真嘅當獎有七個咪是藝術歌曲嘅發出係了嘅，可能嚴重嘅當行啊，可能要注意下，將望到經濟無轉向。 嘅搭嘅地方，就略嘅照睇聽吼，啱講也嚴準啊，我知道談起來見比上個禮拜個較準。 好，所以我希望講，做得慢慢的，本出個習慣，也個舞台本有個較好的成績。好，那就先。好，好，好，嚟看一下大家分數咯，來啊，羅比下嘅分數。嚟。92.5分。哦，92.5分。哦，哎呀，恭喜哦！嗰個分數楊珣怡啊，哈，珣怡。 珣怡目前還是畢業生的狀態。對，掛好啊。好，所以應該留下來給你一台啦。哦，聽說要留下來的啦。嘿，吼。你唱個加個三大調真的好聽。這年唱了以後呢？有嗎？有啊。對啊，傳統組的做得長。那個流行歌嘅組過關以後啊，你就做得比傳統組。係啊。做得嗎？做得啦。你要按下去咯，真的啦。 好糖啊！我有心情嘛。並唱流行歌叫行好糖。好啦，兩個做好糖，兩個做好糖。哦，歡迎。歡迎。下姐。好嘞，撒下來。撒落去古秋田帶來胡研發。我有好糖哦。嗯。 點糖風中傳來輕鬆，繁華嘅世界本係場夢，思緒嘅難再留，雖然心寒再痛，人生本來就係無雙。 心樣無舊，又何必言談人生一抹？發無念在心中，無戀無情無愛，徒留花蕊般凋落。
欣赏。哦，各位欣赏帽子歌后，哎，主持人好。到彩虹，我在那天空。总爱两条狗会带当摸呀？啊。周马没有新买摸诶摸，没空带是不是？没有机会带出来。哦。我刚其实哈，我在坐在那边，我很认真在欣赏他唱这首歌。哦，真的哦。你们在聊天嘛？是哦。你很认真的一边看电视吃花生嘛？他根本没听。我有在听啊。你还有够。然后我发现他真的越来越享受这个舞台。嘿啊。毕竟也待这么久了。对啊，从2019，你都有感情，同僚的部隊，同僚到 T 房都有感情了。从2019跟这马克都有感情了。对，待到现在4、5年的时间。对啊，心里有没有什么感想？动作感想啦，是亚西蒙家客家电台啊哈，电视台，电视台。那要不止了，那要从头开始。你要感谢那一届的政府。然后成立了这个客家事务委员会，那这是客家事务委员会以后呢，成立客家电视台，要公道法了哈，公道法有客家电视台，客家电视台计用是叶曲兰，叶曲兰集合所有的主委，集合所有的客家界的大佬，大家就一直。绞尽脑汁，想破头，要怎么样来推广客家？所以成立客家电视台，这样有客家电视台。客家电视台成立以后多亚哈。我现在是讲罗哥的感想，黑猫。从牙这也是我的感想。两位罗哥感想。其实没有啊。因为两个开台的节目嘛，客家电视台大擂台。给我很多养分，给罗哥赚20几年。罗哥，他真的为客家服务，食材发给我们家老小都是客家电视台赚的，喝客家奶水长大。对，谢谢客家电视台。嘿，影币案有关，嘿，张有闹业大擂台啊，节目。然後洋日本咧都有後場客家歌嘅演來咧，都唱歌。對，真係啊，真係。當我咧一路按叫啊，差唔多總共係2019來到呢下嘛，哈，中間有疫情嘛，哈，係，然後我咪當感謝。动到评审席上，嘿，不爱动到给建议啦，真的，对，真的，特别冲的，每一个老师都争相希望建议他怎么样表现，真类堂啊，公平，嘿嘛，对，邱定基同佢张奎是来的时间要查清楚呢，知道。所以咧，新梦咧都按照评审老师嘅建议啦，哈，我下巴又都建议为许多，不然你都许多会。起多就走的摸广洞喉了哈，就会有一点信心，有一点被打击到，对，打击到，但是也可以当做我进步的机会啦，养分啦，放在希望各位身上。嘿，还有2位主持人，我开玩笑，不用怂一下，缓和一下紧张的气氛。他以前就是比较毕业修花型的，对啊，现在好开放啊。到亚米就来了，随 Q 随来，这是脊髓反应。所以其实在这里真的也学到很多了，好多动作啦，所以来按球哈，按出去动作闹热，忠实观众。粉丝很多啊，还年春啊呀！我会找你拍照什么的。哎呀哇！因为平常时就会发种啊，用出去。对啊。摸啊。所以现在出去还是要装扮一下。哦，装扮啊。对呀，口红画一下，眉毛啊。有啦，该防晒擦一下，脸就没那么黑。对，现在有那个防晒是属于那种皮肤色的嘛。对。对呀，那其他肤色也比较好看。Q 口红。哎呀。哇，罗哥一公丢呢，你出门没不爱用哦？啊，你出门也会这样？我如果出门想要被认识的话，我就会稍微打扮一下。哦。如果那不想的话呢？就帽子、口罩，跟小偷一样。其实我哋學搞嘅，佢都未向給客家嘅鳳飛飛拍攝。客家鳳飛飛哦，他自己 Q 了呢。對啊，他一般就有這個封號了。對。客家鳳飛飛。一道彩虹掛在那天空。哇！好有味道。很有印象哦，你看秋玲姐現在好放得開，用書兩種黑文用書不同。本都感染。
嘿哦，给你们感染。还有没亲后啊？是吗？还有太气嘎。还有聊同学，对。对。那现在你也会亏人家，会讲人家的吗？会。会啊。会啊。这种不要写。我们等下参加同学毕业典礼。对啊，来，请毛玉云欣赏公平哈。好，欣赏好。秋天呢，佢参加即种要比赛长久嘅时间啦。不过我感觉佢係對自我有会勉励自己，而且也是不断精进的一位歌手哦，我觉得是值得鼓励，也是尝试了很多不同的曲风。但是给不应该唐语冲国哦，要给你一些建议，因为毕竟是比赛嘛，你要希望讲你冲国可以不断的精进，你可以去尝试很多曲风，但是邱永条在访谈的时候做得到，或者是做不到。有请都给品是会给你建议，应该要怎么做，做得到，有时候是需要一些时间的磨练。比方讲，应该基本功。那么，第一平常用板练功啦。以这首歌来讲，我们在听，当然我们也有跟其他的评审老师，给我们就是同样的感受，就是你给不给，声音很紧，那个紧可能你的身体会感受到。比如要有你们外国老师，我们平常练歌，我怎么知道我唱歌对不对呢？其实也给最后给欣赏，就也给身体。你看身体我人你讲，我练下告诉讲，我唱歌练喉咙会很狠，然后肩头会很狠，整个不舒服。其实你的方法是错的，他就是你最好的老师。你怎么样在唱的时候，我是舒服的。比方说，无言风，高音的点是很舒服的，但是你调话从无言风，你的喉音很重，你是喉咙在用力，你没有用到你的丹田的力，还有一些技巧带上去，包括头腔音，就是你在唱这首歌的时候，你没有充分的发挥一些技巧，那些技巧是需要花时间练习的基本功，所以我希望你日后在学习其他的歌曲。我希望你有歌谱啦，一滴一滴，然后歌词要念得顺畅。我觉得你背歌词很厉害，很多的歌他也唱过我的歌啊，那么长的歌词他都没有漏一个字。我觉得你这一点很多参赛者可以跟你可以参考一下，学习一下。你背歌词真的蛮厉害的哦，但是要加强你的基本功，怎么样让你的声音可以高音可以上去，而且是有厚度的，而不是用喉咙用力的唱上去。这是你要学习的，因为我们今天也没办法用教学，只是说你要去琢磨一下我的高音怎么唱会好听。还有这首歌，尤其有歌手哦，你弹一根演冲歌，弹给冲慢嘅歌曲，就知道这个人的功力，因为这首歌比较慢。你的气有没有稳，我们都听得很清楚。尤其一开始你就没有稳住了。因为你一句话讲一句话再来换气，每个乐句，但是你第一句你的气没有稳住之后，音都在飘，那个字就没有办法到位了。你看，尤其在亲密机比如举例最后一句。无言发那个发呢，你就没有说得很漂亮。其实有很多的尾音的字你都没有说得漂亮，因为你的气不够，你没有控制好，所以唱慢歌就会有很多不完美的地方。所以给你一个建议啦，你在学习歌要让你精进的话，一定要练习基本功，怎么样发音，让你的声音，你还给嗓音发出来是正确的声音，就像乐器一样你。钢琴，如果你不会弹，声音就硬邦邦的；会弹就行如流水，是非常顺畅，是好听的。所以你要练习。我们本身Annie跟你了，这个发音的原理，我们也是一个乐器啊。我们的声音怎么发出好听的声音，就是你要学习的地方。加油！好，西风先生，紧张就先紧张。会紧张？我刚刚练习说唔会呢，唱是不是帽子的关系啊？有可能。黑唔黑？影迷呆人摸黑吗？对，我看他今天就是好投入，他有时候你说他气不够，他唱那一句无言发飘逸在风中的，他无言发飘逸在风，他还想要拉长嘞，对啊，拉太长了，还拉重啊，差点回不来，太投入了。毕业生怎样？毕业生用嘞，在笑你啊！给你带，给你带啊！有蒙词吗？没有，那就先看分数了哈。如果分数真的你要毕业的话，我就把它抢过来，好不好？好，来看一下顾秋婷的分数。好嘞。西部欣赏。
93，93。好，心梦欣赏。说真的，有没有曾经想要放弃过？5年。有呢。有啊。有啊。但是我又当好从客家歌，所以又老师给我的建议，然后又本来有经济的那个动力，对对。系啊，因为知道有场是来比赛，你总系上去抽上去嘛，总系上去高管嘛。唔讲啊，知道球挺寂寞呢，你自己来俩冲高清冲啊哟。娱乐又有钱又凉，对嘛？又有做创意气氛嘅高诶，系嘛？啊，搞朋友啊，哎呀，高动都朋友啊。对啊，那朋友那是你的小孩吧？对啊，小孩啊，对啊，那有朋友啊，黑毛战友们，好啦，加油！好，什么球体系，结婚一下，安子谁？好嘞，杀下来，杀了，嘿，自发带来种音，哎呦，今天是 The Day of 那个蛤蟆老师吗？对啊，今天是他的纪念专辑，纪念特辑。所以你这歌名听起来感觉有点像那种作弊上官那种感觉，哦，你要去做，你要去咩吧？嗰種感覺。我係去咩啊？你演講啊，我哋跳舞，好嘅。在想你，茫茫轮回里，奈米深多年，用爱在你手中留下伊。咱在你欠你变心，是在咱在想你，那所有用给你，用爱在来世想你。人会不会太好？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真的是，您听我了吧？我们这不是宗教频道，哎呀，不用。那金总啊，讲啊用杂数吼，麻麻呢。怎么会金总？啊，没问题。前面已经有咧90.5%呢，那给你讲嘛个咯。哎，我讲讲背歌词背得不好。背歌词哦。背歌词。那条歌你不带魔术吗？魔术，但是我一直在背，一直在背。
那有看到，因为调前些冲的时间，他一直在念念有词，直接背狗词。结果我背到，在彩排的时候没问题，一比赛哇。真的哈，这个就是还是不够熟悉。说真的，练习唔啦，练习唔啦，真的要讲真的，因为俺都没有参加过各种比赛过，没是有那种情况过啦。但是某种今比个离谱的程度，规个唔记得呢。因为有上次跳前唔记得，跳紧张咧会喊他上唔去。喊我上唔去。其实吼，俺敢讲俺冇适合比赛做嘛？你讲讲。那种讲表演冇问题，不过比赛哈，比赛那个要输赢的时候，这是输赢的时间哈，真是有平时欣赏抽在跳前的时间就会紧张，都会紧张。哦，真是。这是爱天天的照明，首先可能也较无限吧，较无限啊，有其实那种输过的，个无限去练啊，接出去表演啊，有无接比赛啊，就为到比赛啊，就夹学过的。因为松柏迄为初爱要出国比赛，其实哈门60强也不错了啦。60强，对，哦，学过的其实爱比个无按多摆啦，但是推你个多。对，推你个有把握。唔怕天天来，因为比赛就会按用，不管嘛比赛都会强用啦。冇注意以后按的好冇？哎呀，比赛的时间我就给大字报打出来更快了。有啥做的啊？都可以接上头哦。不行啦，冇，要迄个公平的比赛。哎呀，真是，哎呀。要迄输赢，如迄输赢。正经在非常会冲过的，伊比高数啦，真是厉害啦。厉害真爱，我感觉懂大爽。哎呀，真是哎。嗰啲人啲节目，我突破呀多，真是。连俺妈妈80人岁讲，哎呦，啲房间走出来了，哎呀，阿师傅，我同讲，哎，佢10岁咧，真係很不會衝啊！講哪陣，我等下講，哎呦，哦，佢真係不會衝啊！嗰時候佢真是。是理由，所以你让很多人失望。如果今天你如果离开的话，你真的，对啊。最好的当然又是一起留下来啦。希望。新南宫啦，我搞不好那个，因为我们毕业生只有准备1张。对呀，我也要换人。那下。先来堂欣赏用板供哈，来向一魂欣赏。是子华，我觉得真的很可惜。对，然后因为不管是比赛还是表演，其实歌词懂重要。对，其实你在表演的时候也有可能会忘词嘛。对，但是现在只有你一个人在舞台上，所以你要想尽办法，不要让别人，例如说没有看歌词的其他人听到，哦，你是真的忘词了。对，我觉得至少你还有算很完整的演完这一首歌，假装记得词，然后乱唱也可以。对，没走得。对，你会把这首歌当成一个表演在看。对，我看不管嘿应该说一位歌手，你在不管什么样的情况之下，你要都可以去处理现场应对的一些机制，就是你必须要有这个反应机制可以去处理。不管今天是你在舞台上大忘词，或者是旁边有超级吵的就是干扰因素干扰你的时候，你都必须得稳定下来，镇定下来。没错，我觉得这是身为一个歌者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对，古时候啲农业大旅团嘅时间，咩唐以冲按到歌曲，我感觉你嘿其实是为这个舞台而生的。我觉得，你不能被忘词这件事情，我觉得是诅咒吧。对，你要跨过它，对，所以你也不能当借口。没错，你要应该说你要一直去触碰这一块，你要一直去，不管是比赛、各种比赛、各种舞台都是，总有一天当你跨过那条线的时候，你就什么都不怕了。对，所以我觉得可能刚好今天你很紧张。历练又不够，对啦，真的确实是历练不够，就是某事情啊，对，我觉得你现在要放松自己的心情最重要，对，因为我觉得你应该比起我们身边的人，你是最自责的，
对，但我觉得你要去调试跟放松自己的心情，然后你在这个舞台上的时候，你要享受自己，享受这个舞台。这首歌就会是你的。对，我觉得是心态上的。我对尤老师很抱歉了，真的。来，回应会比吗？有没有看见吗？这集片头要记得艾特他，有2位唱他的歌，真是会发现，可以继续加油的，继续加油，继续加油。对啊，你把有时间还是起飞的发啦。另外一场表演的时间，我唔记得歌词，还有可能比如讲那他个叫我唱，他个唔晓叫我唱，可能看买不唱咧。就还可以跟现场观众互动啊！比赛就不行了，比赛都唔可以，冇办法，也不可能拿给他们唱。唔过公司采访欣赏讲的咩黑啦，就算喺比赛，你知道唔得就会鬼团天崩的，你就冇冲嘞。你就算丢没有丢出来，那老师至少知道你还有努力，没有直接放弃掉全部。安永个倾听，多谢，谢谢老师。哎呀，面对天师了哈，好吧，看一下分数了哈，看一下自把个分数。好嘞。铁柱18分，铁柱，毕业生那个要，那毕业生等下可以去丢脸你的同事了。来，加油！等一下，我过去拿一下。这个可以传承下去啊！可能基本一把 V 冲来准备哦。对，好吧。没想到呢，没想到呢，真的呢，上礼拜用保留下来，结果2礼拜又，还蛮搭的呢，很适合你，还蛮搭的。你今天穿这套就毕业刚刚好。不能形容更用的。好来，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接下来了。是吗？好，我对不起，我下一次把这歌词背好一点，我再唱给你听。有机会再回来，好吗？好不好？好，当然有机会。好不好？制作单位如果希望我回来，我都可以随时回来。希望，因为你这个懂不会冲啊，而且制作单位他们其实把你摆很久了，是，就是他希望有朝一日就是那时候是为了贾斯汀剩下几集不想给奖金才把你摆进来，对呀，把你这抓进来，然后唔吧，他敢弄嘛有机会啦，真是，那他敢弄冲到今后，真是。真的，够转来好吗？哈，好，一天都转来，准备好转来哦，要这么等哦，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哪里爬起来，好吧？那是小Ken老师说的，但是我们是要在哪里爬起来，好不好？不是在哪里躺好的。小Ken老师是，其实我真的很享受这个舞台，然后包括现场的这种乐队，真的我就是很喜欢。这个很光真的电视台很难得有这种歌唱，真的，对，对呀，你们。他个加油，好吗？他个加油，好，你千万不要加油，好不好？我一定会加油的。认真了，好 ，OK， 谢谢。好，先回座休息，好了。好，来唱首。哎呀，真的非常的大爽啊！真的吼，希望做得再转来啦。系啊，有机会有时间的时间，准备好转来。安和堂的安尼客家声音，当然有好上，当然的，系啊，真的，做唔得埋木头，好嘛？好，再撒下来。撒落避免炸力，小雨带来记条演家，爱条跳舞。哎呦，哎呦。蓝天时，怎么转去看到江都会死，青穹天空 TQ 就无戏嘞。我隔壁邻下也往那安生去，阿公阿妈全部笑眯眯，可怜的事情无安尼比起。做马该看呀，吵来吵去，后院出娘子爱没完没去，爱发一了思松汉有好你么？我塞罗巴想不对好心地，做做人哦，各位一枪里。They want to fight, but we won't dancing。人生一从一，也几十年给睡眠中，有烦
会出名，最美来美去，爱发现了思松汉又红一幕。其实把想本来好心地，做人我都会一枪里。They want to fight, but we won't dancing. 人生一种戏，也给10年给岁月中又烦又喜，怎么该？爱看后生面係快東西，講行出去，感覺了心思機。They wanna fight, just go fight, but we only wanna dance. Yeah, ba-ba-doo-doo. 表演，淋漓尽致哦，真的真的。对，最近心情不是很好吗？哎呀，气死我了，越唱越气。为什么？一唱泛音青都诗情，啲歌會不會多哈？偷條歌有演員呢？有，我自從跳歌，我可能也是客家電視，還在客家新樂園的時期的表演呢。我是講演過去嘅，很係強融，已經打開天時，可能的事情還會差不多。熊操啊，打架呀，立法院啊，然后现在还有一些诈骗集团啊，然后对，差不多个事情，对，然后觉得好像现在因为需要出点名气啊，需要有一点点做点什么事情，就必须要make hit。哦，气死我了！本掉一面啊，去搞来冲过，对，你也是愤青就对了。以前曾经更愤，现在更愤。现在颜色他胎了，颜色太好抬，有点气力，有点力气了，收敛了，没力气，没力气。哎，年纪越大会越屁死，哎，真的真的，这是真的。以前会去跟他们奋斗，现在就是那种，哎，怎么这样啊？哈哈。啊，所以你这歌名听起来感觉有点像那种作弊上官那种感觉，好像看戏那种感觉。哦，你丢去做，你丢去咩吧？这种感觉。好像幸灾乐祸那种有没有？爱一起会比较好。人家演讲爱爱在跳舞，爱欢喜嘿。这枪啊，自拍那输太了，爱在个当欢喜。是不是啊？我舍不得哦。就刚刚他对啊，骂他。为什么罗碧霞会哭呢？碧霞几次都唔攀得啦，佢講佢跳下，在佢雙腿以前。你個芒果就係你擺好啦，佢講佢擺好嘅，所以我又唔記得歌詞。哦，都見啦。哎呀，我嚟講啊，佢講佢擺好嘅，所以我又唔記得。啦，碧霞子，你兩禮拜天你咁唔看，本來你碧霞姐姐很傷心嘅字法。冇辦法啦，必須做下你啊！哎呦，迄本佢就經驗啦，佢好像啲兩副腿當好去數到，嘿，對嘛？佢歌詞以後佢全部吞落去，跌到唔可以聽係唔好嘅事情哦。唔記得兩擺又唔記得，咁樣辦？我你笑笑啊，你敷敷啦，是吧？可能用個啥？你要怎麼辦？又蠻處理，連羅姐都這樣替你捨不得，怎麼辦？哎呀，羅姐拍謝哦，真是。哎，剛剛我們坐在那邊說要趕快拿衛生紙，我想子華是不是哭了？冇，碧霞子，伊講佢吃都唔攀得啦。幾天有冇轉來？很放心。係啊，幾冇轉來還是很像個製造單位打電話鬧佢，很記得。本佢準備一下啦，因為佢。也需要一點時間嘛，對了，調整一下你自己的心情。對，好好的再準備一下。鄭盈聰都清好，
嘿，哎呦，毕小姐性情中人。对啊，真的好性情中人啊，对啊，好可爱哦。嘿啊，安利副腿一吃锤啊，大天八人叫66667人6人，就做的赚了嘞，好吗？哈，一统天发你就赚了嘞。对呀对呀。啊，我们是按 sale。电话几号可以再说一次？0966，哎，人叫66667人6人，把银行扣出来。人666，讲号码讲关系。哎，防疫反唔准了。好来，冲出来了哈！哎，来，请嘉修老师公平哈。哟，你觉得今天的你很正常吗？我不，我唔知诶。你唔知啊？我感觉讲遇到子华强哦，我觉得你们有一种后遗症的感觉。你在这首歌里面，整个都让我觉得摸穷一起尬了。因为整个一开始这首歌的节奏你就没有抓到，然后整个的你的共鸣位置，包括到唱山歌，声音都不像了，上的扁了。所以对，可能应该是感觉讲，要是说你第一个平常摸穷一起搞，我觉得应该刚刚开始在排练的时候，不是速度快1倍的时候，哦，你那个拍子的劲道很够。可是等它正常过来，因为这首歌它其实它是 double 的感觉，然后哒，再一个反拍什么这样的唱法，可是你完全没有抓到那个节奏的重音在哪里，所以一直唱起来就越唱越平。然后电影有你选这首歌的时候，你想要表达是什么东西啊？推广你闯过噶，那么地广你要表达什么东西？比如说你要表达你的节奏啦，你的舞蹈啦，然后你的很夸张的那种舞台戏的演出。梁叔公呢，我没有感觉到说你意图要做什么东西啦，就好像子华他其实真的，我也认为他应该休息一下，因为现在他有一种后遗症，就是已经忘词忘到吓到了。这首歌应该他跟我讲说他背得很熟了，但他还是会就是一片空白哦。那我是比较担心，所以我那个讲做讲，上海以前选过噶，尤其现在开始做卫冕宝座上面之后，你就要开始想，你上台的时候你要想这首歌，你要回到像以前你来的时候，每一首歌都很有企图心。我这首歌要表现什么？你规划得很清楚，有的时候即使不是太好，但是最起码那个企图很明显，不因地的。第二，你刚才做嘛改，刚才你要表现某个东西，而且你的才华很多面，你走情窦摸恐龙的东西啊。连这首歌只给我的感觉就是，你突然间你就丧失跟他一样是一片空白，有点平淡无奇哈，有点。但是因为其实这首歌并不平淡。对啊，这首歌其实它是很特别的，是一个啪啪啪啪，一个很节奏非常快的东西，而且它是中间是又跳拍嘛，哈，然后又跳过来，又是一个很松的一个山歌的组织，它是要对照的，然后你的没有抓到这个重点，感觉上今天这个舞台，你应该把它当做很大的舞台去展现，好像没有。是啊，以前我们都感觉他站在那个地方，有点像在拉斯维加斯在表演的那个气势，上去的那个气势。因为我今天就好像一直在那边找我到底要干嘛的那个感觉。那刚刚包括他连脚在打拍子，我都觉得不太准。就是越拍越奇怪了，自己都觉得那个位置不对了，因为。double 你抓不到那个重要的重音在什么地方，所以你会一句当中的每一个重音的位置，你没有真正的去抓到。那感觉哦，经过哦，就是我从家请签哦，上好设计好，哪位什么地方要轻，什么地方要重，什么时候要休息，然后当松开的时候，情绪你马上要跟着就松开来。所以我发现你前面没有做到，然后等到要唱山歌的时候，你根本就松不开来。那个字跟字之间，它拍子是不准的。所以事实上，从我的角度来讲，一个卫冕者今天的表达是很糟糕的哦。所以我希望你回去再想一下，因为我感过你有这个实力，但是呢，今天的准备确实不够。好不好？好。OK， 安子 C。对啊，这件事好像少了一点点
分。你别输到有钱给养用，没有，在练习的时候差不多就是这样。我就想说，一直觉得好像哪里平平的，有些某嘛口听的感觉，可是我有点不知道哦，你们班一分段他的那个节奏感。可是听我就想，他也怪怪，可是我们刚刚就在台下还在讨论会不会受影响，感觉上你今天是不是小天老师又有问题？对呀，没，而且我本身我也把调摸按浓按谱唱比我平常唱再低。对，所以也有可能在这个状况下，我没有那么游刃有余。对，我是故意 dynamic 不太够的感觉。我自己，可是我在练的时候，我觉得不行，因为最近声音不太舒适，所以张力感就没那么大。对，就是唱个比较安全的范围。对。OK，好吧，来。冲水嘞哦，你要唱客家界的凤飞飞，客家凤飞飞又要听他的昆分数了哈。来，好来，上礼拜没空要给聊的了。这礼拜会不会又平手了？唔对嘞。哎呀，太厉害了。昆分数就对了。93分，好，看几多分？好，可以哈，李修一个分数。一度几工？85。85岁，哦，85岁声音还暗亮。对啊，身体可以很对啊，做兵就银行的。对啊，做兵就银行。海军陆战队啊。哦，海军陆战队。2栖部队。哇，挖人超这种哦。我跟天堂路你是一爬过吗？我冇毕业。冇毕业了。我10年都2个人还是。都唔掉。都唔掉嘞。唔掉，就去炮兵团。可以哈，李修一个分数。60分，恭喜修一 B 面成功。好嘞，恭喜！抢等兄 B 面战宝 B 连修第3关，恭喜！
慢慢的行，来来去去的年啊，日落的日暗就像一幅画，甜情的暗不夜，琼下奇剧合唱，你的流帕有丝汗甲果酱，复杂慢慢的行，来来去去的年啊，日落的日暗就像一幅画，甜情的暗不夜，琼下奇剧合唱，你的流帕有丝汗甲果酱，你的流帕有丝汗甲果酱。哎呀，来到安尼传统组的爆米整八岁，目前的 V 面在西馆的燕婷，送你不要抢分啊，你来加油哦！哎呀，希望做得顺利的过关啊！好来，安尼介绍安尼评审欣赏哦。好，欢迎车启贵先生、李秋霞先生、李生琼先生、曾明珠先生。好了，欣赏介绍题哈，欣赏好，进行级别比赛了。来自 TV 来自星座关系的，曾浅书带了3个字。好嘞，谈过啦。人有来有事啊，俺有了来天了，总爱来治疗好啊，既来要天了。真太高你哦！哇，太高，哇，健康，天哦，他上天呐！今年伊度岁，伊度几工？85， 85岁，哇，85岁个声音还很亮。系啊，身体可以来按对啊，很健。你客家歌哈，是让大家出来唱哈，冇出来唱哦，样样会。我摸落睇嚟，摸落睇嚟。你之前有来过比赛嘛？有来比过，差不多年前。挺久了，踢下是，这样子主持的什么什么人？安尼的吗？唔記得，韓國台視咁樣比過。台視，比過意式館的啊。意式館的佢比過，踢下是踢下我係比過。哦。嗰樣時有來比過。500啊。哦，你三胎你就來比過了，係啊，3胎了，係。佢唔認識安利什麼，佢就認得啊。佢條下就講可以來有上毛病。帥哥啊，叫哪個人都是，我記憶裡中啊，
我真记得。唔特别后生的时间啊，都出土啊，所以就看到我就要记得啦。有印象啊，有印象较深。帅哥、美女、帅哥、美女呀，对呀，说把赞搭档的非常好。讲美女啊，你做的。搭档非常好。名唔记得唔怕。讲到名的哦，我对佢印象特别深刻。有冇讲？因为叫做真浅书嘛，我就记得特别係叫真有書。冇講過，唔怕。就有槍唔會講嘅法。咩嘢啥的呢？你要親戚朋友應該哈。有啊。可能從細就開始分享。周邊都有銀行的。對啊。周邊就有銀行。海軍陸戰隊啊。哦，海軍陸戰隊。兩棲部隊。哇，蛙人超嗰種哦。我去天堂路，你自己爬過嗎？冇畢業。冇畢業啦。我訓練到2個人嘅，我是。都唔掉，都唔掉咧，唔掉，仲係炮兵團。哦，炮兵團，炮兵團中行咧。哦，咩厲害啊！被有施工條擺神錘。條擺是只有一個師。哦，然後就捲土重來啦，再來比啦。湯阿叔嘅泰國吼，衝過就第條擺一厲害。厲害，真好搞，真好搞，真好搞。來，從頭唐先生都公平。哦，請幾個先生公平一下。好，前述過哈。也係今年85歲，中氣還19哈，表示身體健康哈。3個建廠就建廠名，創3個就唔會殺。咁啫。今日帶來也3個字啊哈，做嚟講本身中氣還是一足啦，所以在元氣轉強方面係冇乜嘅問題。最主要就講有一些咧，當然人生唔是。按有錢，嘅錢嘅命運啊，就做到較單調嘅天然啦。嚇，其他來講，嘅後生幾年都做嚟專強一條各方面都裝嚟遷增，飼養牛遷增，嚇飼養牛遷增。不過呢，佢尾有一個歌詞我就感覺有啲會不適合，我同講一下。比如講，佢尾啊歌詞係人生唔是按有錢，總愛自豪起來獻。啊，只係唔好似唔顯，也變兩則顯示。一般做4季8節，一定做嘢嘅乜嘅平質平，第3季天而責任。所以唔講黃金台東也黃岩，所以你第3季我希望講能夠將歌詞寫個改下，改個只係唔顯，字不好。一個好事就有責任落去，當然佢哋對人分數唔會有影響啦。但是我同講，4、3個品質員一定要有做到來，係講唔是個幾唔錯嘅講，當然你唔錯，係你要來去問前批下啲講有一個品質員，一樣喺拜年比賽，甚至就話行較好。好，繼續加油嚇！咁啫，前場喺指頭。係啊，已經85歲嘅項目問前邊。要啲衝上嗰年行下，衝行下叫。對，先後上就衝。按節目簽歌書嘅一位一種94歲嚇。96歲哦。96歲嘛，來節目比賽，唔算得所以後生。85還是後生，係啊。好啦，有前邊。對啊，從頭嚟看本書嚟。哦，看一下整前書嘅分數。來。好，91.5分。謝謝。係啊，要做得啊，謝謝。先準備當好坐好嚟啊，等好少少，唔係，先麥克風鬆唔鬆？冇啦，個當歸啦。好嚟沙落去主成分帶來平板。嚟彈噶啦。冇接觸過呢啲嘛？有哈，有去哪個國家？印尼、泰國、韓國。哦，東南亞，韓國也有一個呢。咩好呢？就像佢樣，佢上禮拜突然間冇錄樣嘛，佢就一下都復印尼過。係啊，你真係不能保密啊！
哦，上海安讲哦，糖哦，用米主持人哈，嘿，是不是？帅哥美女，用书呢，对呀，冲过上，这唐人个上演真的非常的轻有愉悦啊，哎呀，冇接出过去了冇？有哈，有去哪个国家？去印尼、泰国、韩国。哦哟，哦，东南亚，哦哟，韩国也有去过呢，哦，美好呢，人家有哈韩的哦。没啦，刚刚人个零沙，干嘛个年下机票较便宜呢？哦，机票较便宜。啊，就太家零沙酒店就去啊。哦，之前佢上礼拜突然间，冇流量嘛，佢就噗一下都复印一波。对呀。你真的不能保密耶！啊，这个要保密。是啊，是啊。对啊。你们讲嘢吼，你还有青岛清仓机票，你知吗？对啊。你假使讲时间吼，大概多个时间哦，差不多4、5年的时间就做得起嘞。就是4、5天，可能那个飞机票没有卖完，冇卖太。嘿，哦，你丢票。哦，给他丢票要筹满嘛哈。这像日本这样一趟来回2000多块。对啊。对啊。轻便宜啊，哦，嘛。对呀，哦，如果要买机票的话，可以找他。马上加抽你好。2000多个港币，真的比高铁还便宜啊！真的呢。东便宜啊，系啊。哦。哎，然后加出去了啦，然后伊掠到国家清平。对，伊了，让你心情那么好哈。系啊，吼。系啊。冲过汹涌，以行咩就好嘅方式。冲过咩啊？唔冲。来，冲起来。来，童年呢？啊，暗号啊。去日本要2000人去，去种虾啦，日本的种虾。哦，哎呀，真紧哦！该听讲也是听伊出门哈。欢迎。啊，你身份证吼，你上讲都是发啦，甲阿峰老吉那讲非常好，拢对，拢对吼。按今日嘅选举较创到清好吼，啊，不过东江你强要跌班了，我注意吼。唱歌的时间要注意，人家咧有笑容几好诶，感动见咗，我做看蛋糕，见看，好，有笑容，注意哈，我可能觉得像歌词啦，你要说歌词是接上永远唱，特别让注意你的歌词，咬字紧张，所以你的表情就要注意，唔按紧张，表情有分数呢，有所以要轻松。轻松的时间呢，还有你不用说，讲紧不用下了，轻松唱歌是新乐堂啦，所以唔好紧张，我一按几盘就会输停嘅，所以加动讲你要跌破，好得啦，记得就继续加油。好，按照来看阿凤基的分数了哈，好，来看一下主行分嘅分数。来。94分呢，真高分呢，94.5分哈。一拜礼拜就是强用1个分啊，94分真高。哎，有 give 哦，系啊，先撮好来，先看一下，是马分子，分子较点睛吼，较无爱好讲法吼。哈，因为较活泼地位，来比赛都欢喜咩。咩唔怕啦，讲嘢高兴啊。你讲法讲他笑就不能力讲听。他应该是属于 I 人。I 人，你是 E 人吗？啊，你是 E 人吗？不是，你也是 I 人。我是 I， 平常是 I。哦，对。双腿的时间变 E。变 E。哦，男丁 I 嘛。所以 I，你应该是 E 人呐。我？你一定是 E 人。黑个唔黑嘅花，咩唔会用？对啊。我沙来做米叫得来路成果。路来到，边江顺啊，爱退了。山
边啊，流三分啊。哎呀，唔叫字啊！哎呀，重提了哈，心情不用轻松了哈。轻松啊，轻松，用啊，用按出，不紧张啊，不紧张啊。家下有问到讲身份证出过一了，跟唔头摆安尼做些安辛苦啊，慰劳自己有嘛？我家有去了，家亲路线啊，去到上到了。有够歹看，有够歹看，真久以前的迄嘛，就过去做戏啊，结果咱面都两边都上面实在很难看。哎呦，特别生意就使大，难怪都冇带来分享。那时候两门后上人讲要去桂林嘛，佢冇去。桂林就是陈桂林嘛，哎呀，周楚除山那个广西嘅桂林呐，阳朔山水甲桂林啊，系嘛？嗰边中午石洞嘛，系嘛？中午石洞林。当像安尼啦，窗帘啊，当到安尼台湾看唔到样啊。后上人就讲佢冇去啊。太山太水，嗰邊風景也好吧？當然冇去，當然後生係冇去桂林。哦，佢哋想去買東西啦，佢哋去韓國、日本啊買東西啊。看容易上海安尼啲啦。係啊，做得買東西嘅地方。結果特別後生就為了自己，特別就有做啦。有做啦，以後啊，以後。啊，你下就冇材料做嘅啦。冇，旅行團啊，台灣去啦。係啦，台灣去啦，啊出國當然咧就行細團那樣就好咧。有啊，行700全部哦。哎呦，很容易領會啊。跟住去佛光山哦，跟住去佛光山行哦。哇！哎呦，很容易領會。跟住行700全部。當天當好。我行咗了就腳痛嘅呀。買上較好行嘅鞋啦。係啊。買當多錢咧鞋。咩唔是講行按度啦，度後就好。我話行多啊，停神面啦。係啊，乜嘅佛教，乜嘅教宗教嘅聯誼嘅，我停上面停到，再尾一停嘅，喺嗰邊一行好多，哦，表示人家誠意就出嚟啦。神明我保佑啦，我保佑。所以我要嚟講哦，國家嗰度帶嚟台北係國家機關嘅。哦，與同神明。我哪係忘詞啊？都鋪呢，希望。今日有把握啦哈。唔啲啦，唔啲啦，唱欣賞講就啲咧。安尼唱高欣賞講來，唱咩欣賞？中文叫唔是哈，順序也當入山啦，因為上個禮拜伊唱三個字也係愛個講評哈。上個禮拜個三個字我記得是有2位數嘅專項哦，是有到時候卡卡唔同嘛哈。今日唱了條羅山歌，佢真意多咯，冇樣現象啦哈。喺頭先同伊訪問嘅時陣，同伊講話上任有當講，奇怪，到佢唱歌嗰時哈，是為多少當拉哈有啥愛上哈。楊半英是在你唱歌嘅時陣，讓你講話強樣按上來哈，你按這樣上些，你歌位唱嘅是咪加當荷塘？是兩點哦。希望講咧，你多多來練，睇個保養你後練條，使得你上能夠唱出三個位，當荷塘當月啊，加油啊！哦，謝謝。你有他很多他難得。有些緊張，不用輕鬆的。對。你上課唱就冇按樣呢。冇按緊張。佢後練都冇按綁定。不用輕鬆，佢唱歌就會好聽。好，來，好，看一下佢嘅分數來。看一下仲未夠嘅分數。61分，冇問題，沒有記。再留下來哈，恭喜啊，恭喜哈！現在畢業當錯哈，按住先。好嚟，沙下來。沙來係城裡面帶來平板。來看我啦哈。我有一班大卡車，我蘇花公路嘛吼，我駛到個崇德嘅蘇花公路，我崇德嗰度係，到散單嘅吼，12點半嘅，袂1點嘅哦，結果我過到板東哦，我個台散單個要哦，
该芦笋个细梅吼，该十个部位上面冲上上。甲跳脑膜吼，倒了来。暗疮落咧。伊两个咱差样万哩无？去诶。无看到镜面的嘛。伊就是你按上来哦，哎，莫看到个面呢，莫看到个面哦。我讲到啥？膝盖马皮唔敢在机。哎呀啊！陈太个轻柔版，乜嘅？咩，就是輕柔嘅勇嘅，有冇衝過嘅？家私當好家私當好，唔會啦，唔敢啊，嗌唔敢啦，唔會啦，唔會但係你將我打嗌啊？冇啦，你見下面講，我想問你啦，誒問嗌乜？你那視察吼，阿母跳啦吼，上講班就上當視察，看到一個醬水梅吼，就順條讓你啊，哎呦，醬水梅你未知記嗎？醬水梅可能唔會吧？你係一家人嗎？我講你視察啊，我視察一家。啊，佢本樣要採茶檔好冇？冇，佢自己啊，蘆筍要個細梅凍醬啊，讓伊熱茶，迄來載嘅。山檔好滷啊！係啊，山滷檔好。你知冇？我唔敢。山滷檔我唔敢吧？我看樣係。唔做得咯。我看樣係色哦，我也是色無膽。有色無膽啊！我只有親身體驗過。真的哦。我有一擺吼，我駛大卡車有嗎？駛大卡車，我駛蘇花公路嘛哈。哦。蘇花公路，我載貨去台北啊。哦，甲我一架駛，我駛到個崇德嘅蘇花公路嗰度，崇德嗰度，落產單嘅吼，12點半嘅，唔係1點嘅哦。我緊電後背看有叉，就左盼哦啊。結果冇叉落，我緊總得一架過好咧。結果我過到板東哦，我個台山當個有啊吼，個蘆筍個細梅吼，個十個部位上面衝上個上面。冇。甲跳腦膜吼，倒了來，土地，暗瘡落咧。伊兩個爛叉樣辦哩無？普通嘅爛叉吼，你會出來啊？我坐你的車，我搭便車嘛。我做安尼啊。你會這樣叫搭便車啊？幾秒？幾去啊？冇看到你喺正面。佢就是你按上來哦，冇看到個面呢，冇看到個面哦。我講到啥？膝蓋馬皮唔敢在機。當然啊！半夜成功，半夜12點半，在蘇花嗰邊。佢冇幫我看到個面啊，佢側面啊。哦，迄個有看到面，
东江唔要再去。对啊，佢前面像林志玲安江啊。俺不听毛毛马讲。送茶就边面咧。我们应该就死到该哦，该有人家听下来，等下会差都会让到。哦，强啊，哎呦。哦，周档就出来。哎呦。哦，所以你是有这个灵异的那个体质，系吗？俺弟嘞，还是你的八字比较轻呢？比较轻，可能八字比较轻。没有可能正经黑一个。该每地很硬啊嘛，反正我就怕他就对了啦。哎呀，还是你开车开到已经恍惚了，要么该？不会啊，我精神要开大卡车怎么可以恍惚？开大山上哎。山档苏花公路嘞，又是1点半呢。嘿，不1点呢。有一些奇怪啊，很奇怪嘞，有些电影讲。我们现在不是7月呢，你怎么会讲这种故事？突然讲了个纳凉故事。对啊，很恐怖嘞。唔好等下开个烟亭唔敢钻木啊。哦，2面是经验嘛。对。我们是小时候比较看得到。有没有？然后小时候对这个方面较看得到，太时节上我看都看冇。哦，唔好用讲。哎，呸！他看唔到。当然就吃到基本营养特别多啊哟。哦，好不好？搞不好那个他现在一直在跟着你保护你，也不一定。我不晓得。那有可能是你的保护神。对啊，搞不好你的保护神，他搞不好就是叫你说，哎，你先不要过来，先不要，前面有危险，前面有危险这样。搞模样的。有可能啊，有可能啊。对啊。没事赌过啊，他要让你开快一点，可能这边等下要掉一块石头。哦，也有可能。没有可能。也有可能。有可能啊，有可能。好。从来将民族欣赏公平哈。嘿，你哈现下石头啊吼，做好心唔好啦，因为当多诈骗集团嘛哈。嘿，像我亲身遇到的啊，哦，都中横嘅道啊，拄到。2支外，我都拜讲快铁啦，险爱停車，我老公是當好心嘛，叫我嘅聲音來幫書記叫，拜託唔知我啦，都頭前一啲都聽那個點啦，我要險人來偵查，結果呢，佢知啊，都個我兩三嚟視察知佢2支外。知影到個點嘅時，其實人是唔見得嘅，結果喺個地尾度嘅人來喺外賣嘅蜂王乳。哈？係哦。我講按迄拄到按嘅人喊拜吼，無人敢救人嘅啦。係啊。係啊，按做生意是不對的啦，人唔敢來做善事咧。當危險，所以你下人我保護自家。強制推銷。對，一下為過來呢。做得同嘅愛天數人講，頭前有警察局，我等下去同警察局。佢冇錯咧，佢走到地不度抗議來。咩講？行一百駕駛公度段用嘅錢嘅法。我老公吼當小事嘅人，吼叫安排唔好按照良心喎。拄到100是飛唔得出嘅。係啊，吼。好，里面先生吼，里面先生啦，吼，今日創平板，創到1歲，吼，可能對平板比較較熟嘅關係，吼，相對嘅上禮拜創3個字，是為香港高，吼，轉潤嘅所在，我做到冇獎，但是今日做到不錯，吼，繼續加油好嘛？好，來。加強好，案子，好，來就分享個本書了哈。好，看一下陳裡面嘅本書。哦。93點半哦，一部哦。也我唔做法聯子講了，係啊，他們法聯用錢啊，加油，哈。哦，是唔睇過？可以哈。來沙來嘅 V 面咋？來煙亭帶來3個字。來，彈開啦。给
呀，你朋友爱跳舞吗？没有，很有动作。哦，对啊，讲到跳舞，他妹伊厉害啊，他会跳韩团舞，唔系嘛？对，松柏有这种展演过，有展演过，有啊。哦，让 TPA 练跳舞哦。俺 TPA 练跳舞。你专门爱练跳舞，你真的要唱跳女团出道了是不是？没有，因为俺以前董上爱跳舞。哦。不过冇时间去上课。哦。因为俺音乐课，所以我都上音乐的课比较多，所以跳舞的课程就没有那么多。对，然后就很喜欢比较活泼的自己，对对对，就想要去学跳舞这样。哎，每周都爱个演 S 姐跳舞啊，这样很有特色。对对对，还有点累。有些唱给跳摆无双乐团有吗？清响的声音。对，哎。这种感觉没有这样，没有低俗的部分。好，那低修加油，走出你自己的特色。好，之后去流行组。哎，走的啊，没走的啊，分享啊，多的参加。对啊。好，那唱完了哈。好，唱完了。唐先生公平。来，唱几位先生。好，燕婷小姐给你带来三国志哈。今日唐人三国志，老双礼拜去落三国比起来，今日老师就更加紧张。哦，更加紧张，尤其这个院呢，今日他们讲，这个三国志的院呢做得真强，高音部分有到位，低音部分有办法唱到。比如讲哈，要有一则诗小可注意下，因为一则曲诗啊，有冇？三弦来夹，手指曲。一隻曲詩佢並唔係四聲音，佢算即係按來算葉聲音曲，所以手指了曲嗱曲詩可以同人咬爭來，就唔會彈到曲。哦，又係一隻詩就較難去作嘅音，因為葉聲音啦，即音冇響樣，所以以後喺要讀安樣嘅歌詞嘅時間就要注意下。好，你要繼續。加油係，好，先生，燕婷哈，因為你還有上你冇當多舞台嘅經驗，所以你唱了歌詞嘅時間呢，你每一句啊，全部做到用學啊，上見咯叫我，叫兩聲我要學，三片來佛手指叫我，你就不按學下去。就來有福啊，叫了我小我。十班來答萬言橋，要係從頭到尾錄我嘅人來做，你要小可調試一下，佢用萬言來唱一下浪調，你知道？上見我叫嗱，為做得下樣，唔好長頭學到尾，咩唔好長頭拿到尾，唱三個最智慧嘅，就係按樣嘢，下擺呢繼續來加強，好冇？好，芋頭出海多。你还来个谐音梗，很好吃呢，很好吃。鲜鱼奶那个，都是谣了呀。来，先唱兴奋剂，目前的新国分就是西服来到舞台当中来跟住说。兴奋剂总会去下摆的哦。哎呦，今网友 TV 抽中意哦。好，看根本伊马萨做的抽中意啊，看一下赖燕婷的分数。恭喜燕婷94點分，面面成功。唱等中嘅面面炸爆 V， 還用就5關咯，恭喜！人生回頭看以前行過嘅路，
层层心酸用心头，颠簸的人生道路，风风浪浪，一步一步慢慢行。思念曾是斑斑蓝，动作的人生的路长。虽然路途艰辛又难行，爱是临时强摆出万难，一挑战又光明的前程。有钱了来买那酒啊，酒干了来冲啊，没钱了来买那酒啊，酒干了空啊。颠簸的人生道路，风风浪浪，爱一步一步一步慢慢行。思念曾是斑斑蓝，当初的人生的路长。虽然路途艰辛又难行，爱是临时强摆出万